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0月4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第一章无党籍的蔡秋兰市议员向阳来清点人数以后，造成议事中断。为着要让总预算顺利通关，今日议会民进党团来发动着假集动员，希望会当让议事顺利来进行落去。但是，就伫咧今日议程总预算打通过，要开始审查其他政府案、甲市府以及议员的提案时阵，蔡秋兰议员再次来提出着清点人数的要求，并且伫咧2届提出以后，议会议事再次因为人数不足，无完成所有的提案审查，就宣布散会。台南市议会今仔日延续昨昏还未完成的议事，进行包括总预算在内的各审查议案的2、3读审查。伫咧议事人员当宣读了要审理的案件过后，无党籍的蔡秋兰议员就马上提出了清点人数要求。对对，超过早点啊啦，清点啊！议长罗美惠伫第一时间宣布要休困10分钟，休困的时间包括副市长徐汉清、民进党议会党团总召区理事拢前往安大真词，侪民进党的议员也赶紧打电话进行联络。随后清点人数确认有过半数，议长罗美惠就马上抓紧时间来进行议程，一口气宣读通过了总预算案，甚至市议员蔡玉辉要求发言也被忽视。也引发伊强烈的不满。这个时阵，市议员蔡秋兰再次提出清点人数要求，因为这是这届议员最后一次的会期。区理事也发言来表示，希望大家会当好好啊来完成工作。那我是觉得说，这个会期是我们第2届的最后一个会期啦。那我真的担任这个总召哈，可能也做得不是很好啦哈，所以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政党很好的协商。但是我也很谢谢每一位先进，因为以后大家是不是会在这个议场上不知道，可是谢谢每一位先进哈，就帮忙。我们绝对不是台南市政府的议事局啦，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108年的预算，我们当时政党协商也是因为说，因为今年大家都在选举哈，都在那个跑选举，那我们压到9月7号，已经2次的联席审查都一直 delay。一直到9月7号才开始审，那也很谢谢很多议员就是在这段时间的帮忙，让他能够进入到2读。那我们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先抛开一下情绪，让这个预算案，其他的，如果说大家要对于市政府有所指责，我觉得就让你们去有所发挥。但是这个预算案恳请每一位议员先进，能够来支持108年的预算，还有包括环保局的这个复议案啊。不过，在咧市议员蔡秋兰的坚持之下，议员是进行了第2次的清点人数。这届就因为人数无够，议长罗美惠非常遗憾来宣布散会。咱进人数不足啦吼，现场26名的议员同仁在场，所以咱今仔日同款因为蔡秋兰议员清点人数大家伫咱的闭会最后的这个阶段无法度来将咱这机会圆满来召开啦吼，这是一个遗憾。那咱就直接到这结束啦吼，谢谢。市议员蔡秋兰在会后也表示，伊爱是尊重，所以只要伊在任的一天，就会继续守伫咧议会，袂放弃伊的理念。我会继续，我会每天守住在这边，除非我无当选，只要我有当选，未来4当啦，我绝对哦，逐工落来遮顾有神的啦。台南新闻网赵国博以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今日召开记者会来批评，不但骂捷泰烟商做生意无良心，也爆料市府财税局针对着这个案件只开发3万块，互市议会国民党团怀疑市府官员伫咧替捷泰烟商来暗砍。
台南市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针对杰泰烟商疑似篡改粉的制作日期等等相关的争议，提出严厉批评。市员王家珍就会到下早仔拄到超商所买杰泰烟商所出品的粉，大大来批评这间伫台湾一档就有700亿营业收入的大企业公司。伫今年5月1号接受检举以后，台南市的财税局竟然一拖就是5个月，并且最后裁定的处罚竟然只有3万块。互议员来质疑到市府财税局是毋是拢徛伫大企业迄边？罚了3万块钱。这么一个国际知名的大厂进来我们台湾，今天我跟各位报告，我不会抽烟的，我特别请我助理去买这么一包，这是他们的厂牌，125块钱，比我们国产烟贵了好几十吧，3万块钱。他在我们台湾设厂，用我们台湾的人工，便宜的人工，好的材料，可是呢，他把它假装是变成一个外国烟，再卖回给我们台湾人，一包125块钱，还篡改上面的包装日期。结果台南市政府说，不要紧啦，3万块就够罚了啦。财税局解说表示，杰泰烟商将还未出货的薰草原料混伫咧后一批原料来处理，造成有过期的疑虑，所以才会开罚3万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届违规。一般来讲，第一届拢是罚3万。裁处上，我们是依据它违反31条的规定，那依50条的一个处罚的一个额度。那为什么会是罚3万？其实这个跟这是法规的问题啦，因为我们是按照烟酒查缉跟检举处理作业要点的一个规定，第一次初犯的就是3万。我们不问对象的，不是说因为他是大厂或是一般的百姓人民，我们不是因为他是因为大厂就给他罚3万，不是这样，是原则上就是罚3万。听到安尼回答，市员也是认为罚伤过轻，同时也质疑旧的薰草原料到底放了偌久？是10冬，还是20冬，还是搁较久？因要求相关局处应该爱去杰泰烟商的工厂再次调查清楚。单新闻网自豪郭博以采访报道。全民所期待的台南美术馆一馆10月17号将要开始试营运，董事也宣布着南美一馆甲2馆要伫咧12月15号正式来开馆，并且伫咧馆内要成立着美术科学研究中心，这是全台湾唯一会当进行着科学研究甲画作修复的美术馆。台南市民毋望真久的台南美术馆，目前一馆的工程已经完工，将要伫咧10月17号试营运。2馆方面目前搁咧赶工当中，2馆将会同步伫咧12月15号正式开馆。同时，馆内成立着美术科学研究中心，也是全台湾美术馆当中唯一设有着科学研究修复画作的美术馆。我们即将在10月17号上午11点10分开始试营运开门仪式。那么在20号当天，也就是礼拜六当天的10点，我们会有所谓的一馆开幕，所谓的试营运的茶会。那么一馆与2馆同时会在12月15号举行正式的开幕典礼。那么台南市美术馆经过8年的筹备，经过60年岁月，我们台南市民的殷殷期盼，终于要在今年年底开启大门，我们能够达到跟法国国家的科学修复检测中心这样的一个理想，我们会在这个理想上发展。那么，这个是建构台湾美术史。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希望我们的美术馆是一个全民的美术馆，是一个多元的美术馆。
台南市立美术馆的落成，不止会当为台南量身打造全新的艺术空间，同时也负起着推广在地艺术文化以及培养着多元创作能量的责任，带领着城市的艺文发展迈向国际交流一个环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2018毛豆小姐先生选拔活动又来喽！欢迎年满16岁以上既有毛豆产业尝试者，于10月18日前报名参加。报名请上新市区农会官网或拨打报名专线0658998888。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澳洲彼得乐贺乐团2018台湾巡演10月8号将要伫咧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来登场。除了希望将世界级水准的爵士乐带到台湾，同时也要为台湾本土的失踪儿童以及绿色儿童来募款，让民众伫咧听音乐的同时，佫会当做爱心。世界知名的爵士音乐家彼得乐赫再次率领着欧洲上界 top 的爵士音乐团队来到台湾，为失踪以及绿色儿童做公益的巡回演出。10月8号将要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来演出。民众会当用上界的评价介绍，享受到世界级的爵士音乐，嘛会当让民众透过现场的捐款来帮助台湾的绿色家庭。我想秋天是一个蛮适合听爵士乐的一个音乐哈。我想秋天本来就是比较多愁善感，也充满诗意。那爵士乐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音乐哈。那我想10月8号这一场，我相信是我们今年秋天不可错过的一场音乐会。那也拜托我们美女朋友再帮我们吹一下哈，因为除了可以欣赏到美妙的音乐，而且我看这次的阵容非常的坚强哈，不管是国内，不管是国外，其实都是非常可以说是金牌制作哈。我刚刚听到重点，金牌制作，谢谢。那实际上呢，我们这整个活动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在8年前，我的心脏就是算是被救回来啊。我其实是有2个先天性心脏病，对我很幸运，不止1个，2个啊。然后我10年前几乎走了，然后在8年前动了一个手术，才检查出来原来我有2个心脏病，那是会导致心脏衰竭还有猝死。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我有2个 AV node，2个引擎在我心脏里面，然后烧掉了1个，所以我非常虚弱。那虚弱呢，你就待在家里嘛，没事就看电影。然后我就看了一部不可思议的电影，叫做Changeling， 是克林伊斯威特他导演的一部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是关于失踪儿童。我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我从小就很喜欢帮助人。可能你们的朋友有某个人曾经被我帮助过，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没有什么特定的对象，我要帮谁？但是我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认为我就是要帮小朋友。这届活动主办单位也甲台湾儿童福利联盟合作，所募到的善款拢会捐予儿福联盟，用来协助失踪或者是绿色儿童。也欢迎喜爱爵士音乐善心人士做伙来听音乐做公益。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安南病院运用中医甲西医搭配调理的方式，有效治疗了侪小朋友异位性皮肤炎的问题，同时也减轻了引发过动症的原因。目前已经有未少成功案例。安南病院提出成果，
希望会当借由中医甲西医两者合作，更加有效来解决病患的病症。安南病院的中医部甲西医部互相合作，伫咧解决小朋友异位性皮肤炎、过敏甚至引发的过动症顶头，拢有相当袂歹成果。在过敏疾病的话，我们会以它如果是像异位性皮肤炎，它会有一些比较热或者湿热的表现，那我们会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那像银花啊、黄芪、黄柏啊，然后这些来做清热。那在保养方面，我们会以顾它的脾胃，然后健脾的一些药物。那在过动方面的话，我们适当的呢也会清一下它的心或肝的火。运用中医的中药甲针灸，佮搭配着西医的药物，会当互异位性皮肤炎改善的状况更加紧、更加明显，嘛当帮助小朋友提高注意力。因此，安南病院提倡有类似症状的患者，一定要量早来就医，改善着身体健康。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3度至29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10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10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